YouTube 频道的播放清单，就好像那个网页啊，网际网络网页的，每一项就好像那个按钮，像那个超连接按钮。然后这个桌上型电脑萤幕可以显示200项，所以目前24项，大概每一项都可以之1到之8这样。那用这个例子啊，16之 A 就这样，可以到之 B 之 C 之 D 之 E 之 F 这样一直下去。那会按照顺序排列。那通常还要加那个调整顺序，按左。你看图片左边有那个像数学题目等于符号，按下去可以上下移动位置。这样用数字编号排列，很容易管理，很容易知道位置在哪里，上下顺序调整。